台湾本土的疫情确诊人数逐天拢突破万人。台南市由23号开始实施暂停实体上课1礼拜，除了各校家己的线顶课程以外，教育局的公办线顶直播课程嘛，搁一摆来启用，提供学生佮老师有加一个课程的选择。了解在家长的期待，还有小朋友的需要，所以我们在1天之内就设计出包含我们的手作、自然实验，还有跟小朋友生活相关的认识自己的这些活动。那也根据去年我们家长们给我们的回馈，知道在我们过去的去年的那段时间，带给家长很多的陪伴跟协助孩子在家里也能够培养英语的自学的能力。那今年我们虽然只有5天的课程，可是我们会比去年带给家长还有小朋友们更多的学习的成效。台南市长会体嘛，伫咧开播的第一天来到西门实验国小，扮成知名动画《鬼灭之刃》的主角炭治郎，伫咧线顶甲小朋友问好，同时嘛为教育团队加油佮勉励。事实上，从去年3级警戒，台南市的应变措施、公版教学是非常好的。今年我们是采取附加的方式，除了各班各校他们有自己老师的直播之外，我们还是制作公版直播教学。为什么呢？因应许多老师教完之后，那有些老师说，那你可以再去看看公版的状况。那所以说我们在低年级低年级、中低年级，就是1到4年级，我们今年还是持续推出公版的教学。一方面展现了我们教育体系我们谢谢老师、谢谢学校超强的应变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跟在各县市评比起来大家可以比较这些公版教学，台南市是绝对是脱颖而出的。你看，连市长都出来传这个东西，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努力，希望带给孩子最快乐的一个线上教学。开播的第一天，结合动画主题，并透过外籍老师用全英文的方式来进行主题式的教学。教育局针对国小1年到4年的学生来推出公版的直播，逐天拢会有26门课来提供给全台各县市的老师和学生会当伫线顶来看课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